林俊安的老爸伫地方真有头面，但是这款的老爸对着家己捌伫1953年牵涉到省工委会案件这个代志，是拢无想要提起。林俊安长期关心，查出老爸要熟悉共产党伫台湾的地下党员李马刀一家人。因老爸，伊一直要问因老爸讲，伊话是安怎去互关但是又搁是一款老爸无爱互囡仔知影伤侪政治的代志，所以一直拢袂甲伊讲。伊的意思是讲，我捌去互关过啦，你毋免搁去插这侪代志，就是袂使有两个人搁去互关啦。拜六暗时11点，若是思念，就伫公司大舞台。